Hello，各位好，我係 Lemmy。未睇影片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嘅 YouTube 頻道，訂閱、按讚同埋分享。嚟緊一有筍盤，即刻送上，多謝晒大家。今日藍天天高氣爽，同大家睇一個奧運峰 Sky Tower 嘅479尺兩房單位買賣嘅。咁大家見到呢個景觀咧係絕對開揚嘅，呢邊有地鐵站，有條橋起緊。直駁過嚟奧運峰嘅大門口，咁呢個單位嚟講呢係雙露台設計，22尺嘅露台再加16尺嘅工作平台。呢度22尺，行翻入嚟呢就有一個大廳。咁其實呢個單位呢，大家見到有啲裝修嘅廳呢，奧運峰呢一隻戶型呢就長方形廳，咁絕對就見使嘅。電視機、梳化飯廳就喺我而家身呢個位置啦。咁大門口入嚟呢。首先我哋參觀下廚房啦。廚房連接住16尺嘅露台。咁廚房嘅基本設施咧就係部分都係收樓嘅標準啦。呢個位置嚟講可以擺下地拖啲雜物。咁當然咧有使用過嘅痕跡㗎啦。咁有部分家私部分嘅電器咧都換過嘅。咁跟住再入到嚟，再行翻出少少咧，呢個咧就係洗手間。咁洗手間大家見到其實就夠闊嘅。同埋名次設計，咁而家嘅樓宇嚟講咧，呢個係相當奢侈嘅名次同埋緊廚添。咁入到嚟咧，少少嘅門關位，大廳啦，呢度整一個櫃大廳，望翻個景觀好開揚嘅，同埋光猛。咁呢個客房嚟講咧，擺床，咁其實呢邊咧其實已經有位置咧可以做到一個大嘅衣櫃，不過業主係做咗個架啫，你可以做個衣櫃，床咧咁樣擺亦都可以嘅。景觀嚟講咧。客房咧都可以望到體育園嗰邊嘅，咁跟住再行翻出嚟咧，主人房咧，主人房就做咗家私啦，上咗窗台，咁窗台唔計實用嘅，呢個479尺大衣櫃、雙人床，景觀開揚，廳房同向，光猛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對土瓜灣奧運峰啟德有興趣，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自託代理，扎根區內20多載。奧運峰流花到而家，必然係專家。多謝晒大家。